第21題選擇題啦，佢就話假設咧某經濟除稅後嘅堅尼係數咧比稅前嘅堅尼係數咧係高喎，咁意味住啲咩咧？除稅後嘅堅尼係數比稅前嘅堅尼係數咧係高喎，留心喎，同一般嘅情況咧係好唔一樣啊！咁即係意味住咧，收完稅之後嘅貧富懸殊咧係更加嚴重嘅喎。咁個稅係出咗啲咩問題咧？咁你想象到啦，可能個稅咧主要咧就係一個累退稅啦。累退稅意思即係稅率咧係隨應課收入增加咧而減少嘅，即係你越有錢咧個稅率係越低嘅，你越窮咧個稅率係越高嘅。咁如果有一個咁樣嘅稅 ，OK， 主要係一個咁樣嘅稅喺個社會裏面出現嘅時候咧，咁稅後嘅堅尼係數個貧富懸殊咧就會更加嚴重啦，個堅尼係數會更加高啦。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B 啦。